清心好修行，伟大可敬的陈前人，后学陈伯廉。人生如梦，往事如烟。后学陈伯廉自民国47年1月18日晚上受引师慈悲介绍，求得宝贵的大道，才能与伟大可敬的陈前人渐渐相识，至今已经将近49年有余了。俗语说，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。后学有幸求道，进而修办道，才能了解我们伟大可敬的前辈陈前人春来。仙佛常说，若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，哪有机会求得无价之宝贵大道？在这样的佛缘之下，民国57年正月，承蒙上天的慈悲指示，陈前人承担起我们新义麻豆单位负责人的神圣任务，从此与道亲们广结道缘。民国52年政府决定取缔一贯道，民国56年一贯道尚未合法化，当时陈前人修办道的困难与压力，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出来的。每开班时，我们都深感班程进行的困难。陈前人依然不畏艰困，站在讲台上讲道理，成全我们在场入班的后学们，深感受到陈前人的毅力与担当的勇气，不禁默默流下感动的眼泪。陈前人敢当任劳负责的精神，值得我们后学向他学习。民国72年一贯道逐步申请合法过程中，陈前人秉着前瞻的智慧，结合道亲们的意见，领导后学们共同为一贯道合法化而努力，并加入了一贯道世界总会。这使得我们日后修办道从暗走向明，从台湾走向世界，让我们可以在世界万国九州以道救度天下有缘众生。这是陈前人慈悲心与智慧的流露，值得我们后学向他学习。陈前人是一位尊前提后的修道人，他深受何老前人的信任，凡是何老前人交办的事情，一定秉着诚实、老实、踏实的做事原则一一完成。民国85年，陈前人离开玉石山，回到神元山，他秉着活到老、学到老的精神，以一片爱心教化后学，使我们有遵循的目标，大家同心协力，才有今天辉煌壮观的道场义和圣堂。陈前人实在，学不厌，有爱心及尊前提后的精神，都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。陈前人的修道精神是忍苦耐劳，他幼年生活困苦，培养出自己吃苦耐劳的能力，在道场上，他也为了道亲忍苦耐劳。陈前人常说，先让别人成就，自己才成就。师尊老大人也说，只要徒儿能善待千万真修实练的兄弟姐妹，让他们出头，让他们成就，让他们回到理天。古德云，欲证无上佛道，先做众生马牛。
我们修道人应有让众生踩着我的肩膀而成道的精神，为师就愿何诸佛菩萨一样，以血肉铺成让众生安安稳稳修道成佛的路。因此，成前人为了道亲忍苦耐劳的精神，最值得我们尊敬，最值得我们学习效法。俗语说世事无常，又说人生无不散的筵席。如今成前人已回乡面，虽然肉体不在世间，但是他的精神将永远存在。前人的行义犹如我们温暖的太阳，圣洁的月光，是我们暗夜的明灯，是苦海的灯塔。我们一和盛唐的道亲能一片和乐，是成前人的大恩大德。我们应将此恩此德流传广布，让每一位后学能够同沾恩泽，直到永远，这才是真正尊敬我们的成前人。历代祖师介绍16王子。第15代祖师孔子。孔子是一位名垂万世的至圣先师，他上继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的道统，将古代文化加以整理发扬，流传后世，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。他对于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以及社会伦理道德，都曾提出许多见解和主张，而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后代的影响太大了，它一直是我国思想体系的中枢。他又以有教无类和诲人不倦的精神，嘉惠学子教导后进，不仅树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表典型，而且将他那救人济世的大道理授予众弟子，辗转传播，深入各阶层，普及民间。同时他个人在生活、人格、道德、学问、著述、思想等各方面的特立独行，无一非昔圣昔贤者的楷模，赢得中华儿女尊敬和宗奉。数千年来，在上者其施政方针都努力于达成孔子的政治理想，在下者其修身处世也以孔子的圣人境界为指标。中华文化之能大放异彩，历久常新，无远弗届，屹立不衰，追源溯本，实应归功于孔子。在孔子以前，远自义农皇帝尧舜夏商周三代，中国早已立了2500年上下的历史传统。孔子把此一段长时期的历史传统融汇折中，开创出他一番思想和理论，后人称之为集大成。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，就因有了至圣先师孔子的诞生，才有了一座光明无比的灯塔，为我们照亮朦胧的过去，也为我们照开渺茫的未来，使我们安然地避过无数的风浪与暗礁，使我们体悟到无上的真理常在左右。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，生于民国纪元前2462年，即周灵王21年10月27日，诞生地是鲁国昌平邹邑，在今山东省昌平县泥丘山以西。泥丘山
是泰山一支脉，山峦起伏，邹邑位于众峦叠翠之间，以水经此曲折而东，山明水秀，景色宜人。3岁以前的孔子，在这优美环境中孕育生长。孔子的祖先在殷商时代是宋国的贵族。周成王时，殷商的宗室徽子启受封。于宋，武传至夫妇和，在四传至郑考父。郑考父是宋国著名的贤士，曾因辅佐代公、武公、宣公有功，帝升为上卿。郑考父生孔富家，自此以孔为姓氏，孔富家。生穆金父，穆金父流亡至鲁国，再传至房叔，受任为鲁国防邑大夫，又再传至叔良哥，叔良哥便是孔子的父亲。叔良哥出任邹邑大夫，举家迁至邹邑。叔良是他的别号，哥是本名。他身材魁伟，勇略过人。鲁襄公60年，鲁、晋两国联军进攻阜阳，前锋府入城，守军突将城门铁闸放下，入城兵士是将后退无路。叔良哥即以双手托起城门，救出联军。后7年，入侵齐军围攻防邑，叔良哥领军3万，护卫防邑守将鲁国国卿臧武。众臣夜突围，其本人则仍敢反防邑坚守，直至其师败退，防邑为解。叔良哥原有9女1男，9女为原配夫人施氏所生，长子孟皮则是侍妾所出。叔良哥因孟皮染患严重足疾，行动不便，遂于晚年娶严氏为妻。严氏夫人名真宰，是娶妇望族颜乡幼女，姓至孝，与两姐回忆，纳聘时虽双方年龄相差悬殊，仍尊父命遣嫁。婚后严氏求子心切，便向叔良哥说道：“我的年纪虽轻，你的年纪将近半百了。恐怕拖延岁月，难忘生难。吾闻尼山神颇有灵异，诚心往求，都能应验。我们何不同往求子？”叔良哥欣然答应，来朝夫妇同车至尼山前下车，步行登山，至山神庙拈香祷告，早生贵子。祈祷毕，由原路下山，正在望讲道旁的草木，上山时夜夜上仰，这时下山，却夜夜下垂了，颇觉其意，指着草木，告知叔良哥。叔良哥说道：“在我看来，并不奇异。当我们上山时，朝露未干，草木带着朝气力尽，所以夜夜向上翘起。这时候草木被太阳光晒得利落了，所以夜夜接下垂。他俩且谈且走，直到山下跟车，竟回家中，常言道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当夜真在睡到3更时候，忽的一梦，梦见一垂条仙女，口称奉北方黑帝命来召，说这引导到宫殿上，只见南向坐着一个身穿锦佩罗裙的黑帝，降谕道：你不久将生圣子，当则空桑为产地。说罢，颁赐玉尺一柄，真在伸手接来把玩，剑上南镌有水晶之子，
既衰周而速忘。10个蝇头小字正在细看玉色，忽然失手落地，遂从梦中惊醒，自以为日思夜梦，不足为奇，未曾告知他人。隔不多时，果然怀孕，腹部日渐膨胀，拖延到10月满足，又的一梦，梦见垂髫仙女手牵一头状似小牛、满身龙鳞的独角兽，背上坐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孩，仙女口称此兽名叫麒麟，专为送子而来。真在就解腰间符，向麒麟脚上附住，麒麟或地张口狂鸣，吓得真在从梦中惊醒，梦境如在目前，联想到的胎时的梦境，更觉其意，来朝救，将前后两梦详告叔良哥，并问近处有无名空桑的地方。叔良哥答道：相传文王生时，他的亲母也梦麒麟送子，量来世吉兆，真在催促道：得此梦兆，快要生产了，你速去找寻空桑地方吧。叔良哥就带着家人到城内外寻访，经人指点南山有一石窟，俗称空桑，即往观看，却是个小石洞，终年无日光照入，阴森潮湿，且风吹雨打，怎能等在里边生产？家人也说，这个石洞即使穷到无屋居住，也不敢等在这里生产，只好另寻地方，假称空桑，方为妥当。叔良哥一言，在邹邑城外昌平乡另空屋一所，回家向真在说空桑地方已找到，房屋也另定了。真在快活非常，当日就搬往昌平乡居住。次日，孔子从圣母怀中呱呱堕地时，那时浑浊的黄河忽然清澈见底，这就是圣人出而黄河清的出典。孔子生时，头顶中央凹陷，四周隆突，状如泥丘山，又因是向泥丘山祷告求的，这就是父母替他取名的由来。孔子3岁丧父，家道中落，生活艰困，后来随同母亲迁居曲阜。曲阜曾是中国古代文化和政治中心，相传神农氏少昊今天是及殷商君曾定都于此，又是当时鲁国的都城，黄帝和伊尹诞生于曲阜近郊，不仅衣冠文物盛极，一时即殷商文化的精华所在。孔子居此文献之邦，自幼耳濡目染，问礼观乐。到了晚年，终于能集古代文化之大成，自是受到了环境的熏陶。孔子天性好学，资质非凡，学业进步神速，没有几年，原来教他的老师以南于圣任。圣母颜氏便送孔子到他外祖父颜襄家去就学。颜襄是当时鲁国很有学问的贤士，看着外孙聪明好学，异常喜爱，便把自己的学识倾囊相授。此一愈合，对于孔子学问的启发和成就，影响十分重大。孔子15岁开始立志学礼，19岁结婚，夫人是宋氏官氏，1年生子，取名
李，字伯瑜。此时因需供养老母妻儿，便去贵族家充当仓库或牧场的管理员职。位虽是卑微，任事则甚谨慎负责。他从工作经验中学习到贵族阶级的种种礼文，并自官府藏书中博览群集，学识大为增进。后来在祭祀周公的太庙中担任过一个小职务，此期间对祭典中每一动作细节都能不耻下问，并以好礼闻名于当时。孔子24岁时，圣母严氏夫人弃养，便依礼将父母合葬在曲阜城东的房山，并服丧3年。孔子曾说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”当圣母严氏在世时，孔子成婚定审，恪尽孝道。等到父母丧3年期满，再无后顾之忧，便开始为学业、事业前途而奋斗。孔子开创私人教学之先例，招收学生，有教无类。孔子51岁那年，为了要增广礼制的学识，进而学到问学，便不远千里跑到周朝去请教一位有道之士李耳、老子。当时以老子白发活泼老人的眼中去看孔子只是一个血气方刚、初出茅庐的青年，于是在传道后，便给了他一番训勉，说得孔子拜服不已。一回去，便向学生炫耀这位旷世名师说：“鸟，我知道它会飞；鱼，我知道它能游；兽，我知道它善走。善走的可以用网抓，能游的可以用轮捕，会飞的可以用箭射。至于龙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因为它可以乘着风云直上九霄。我所拜见的名师老子，就是一条游龙，见首不见尾呢。这次的游龙之叹，便是《论语》一书中50而知天命一段因由，也是朝闻道，细思可议的一喜悦。孔子在鲁国当司寇，至鲁3月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当时齐国恐鲁国强，或有不利己，乃禁娱乐。季孙氏乱军或民，鲁国听其谗言而纳。夫子极力进谏鲁君勿纳，但鲁君不听忠言。夫子叹曰：“吾道不能行于父母之邦也。”即辞去司，寇官，从此周游列国，代天产道。孔子周游列国传道的旅程中，遇上了下列3次的磨难。匡国遇难。当孔子路过匡地时，因他长相跟杨货相似，匡人因为厌恶杨货已入骨，所以误把孔子当杨货，要加以杀害。任孔子怎样解释，都不相信，差点险遭不测。巧有子路与颜回的安排，才脱了险。夫子见匡人踟蹰而为，乃仰天叹曰：“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与何？”夫子语。未料风沙大作，风沙过后，匡人知是孔子而非杨货，群民耻之散去。孔子何学？
身竟被冲散了，孔子甚为担忧，一直到第3天夜晚颜回赶到。孔子一见心爱的弟子平安地回来，激动地叫着颜回，我以为你被杀害了。颜回则含着泪水答以，老师活着，弟子还未尽服侍之意，怎敢轻言一死？一问一答间，正表现其为传道、布道，不畏一切艰难的志节和师生间一段自然流露的关切。这是孔子初次遇难，证明孔子天命在身，伐谭萧姬之辱。孔子到宋国的一棵大树下信谈讲道时，因得罪司马桓追，司马桓追欲治孔子于死地，幸好有孔子的弟子知道此情报，请孔子为俘过宋。司马桓追扑个空，杀不到人，气得火冒三丈，命令拆了信坛，砍平了大树，并派人将孔子及其弟子走过的足迹用大扫帚扫去，极尽侮辱圣者、毁谤圣道之能事。正当危急时，孔子说：“天生得与与，还追其如与何？”此乃孔子第2次遇难，亦证孔子天命在身。陈蔡绝粮。当孔子在陈国传道，经一段时期后，到步行欲归鲁，离开陈国，正当走到陈国边境，要进入蔡国的国境时，不意吴王夫差派兵伐陈。楚国派兵救陈，军队到了陈父，闻孔子在陈、蔡之间，楚使人聘孔子、陈、蔡大夫，恐孔子知道衡于楚。楚大国也，将有危及陈、蔡，乃相发图议为孔子于也，不得行，绝粮7日。弟子们饿的饿，病的病，几乎无法继续奔走。这时子路愤愤不平地发起牢骚说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难道学道的君子也要受到这一连串的穷困磨难吗？”孔子却鼓舞地回答道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就是学过道的人，在穷困时才能不变其美好的操守。如果是小人，在穷困潦倒时便开始胡作乱为，任何坏事都干得出来了。然后楚派兵救之，使得解围。绝粮之时，孔子说：“陈、蔡绝粮，丘之信，二三子之信。”这是孔子第3次遇难，亦证明孔子天命在身。这3段考验，正表现一个有道之士，临危不乱，处逆境而能长安的境界。孔子之所以能有如此的修养，主要的是由于他一心以宣扬大道、救世救民为念，早已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，这就是立志向道者在颠沛流离中发出的光辉。然而他为何屡遭挫折呢？曲高和寡，道高放心一语，便是历史上给予的最佳解释。另外还有3件事发生在孔子晚年，几乎令他痛不欲生。69岁那年，独生子孔鲤去世，死年50岁，老人丧子，其伤痛之情是可想而知的。
71岁时更令孔子几乎活不下去的是，颜回英年早逝。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，其闻道后，降之全权福音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文艺之时的聪慧，是孔子心目中道统衣钵的继承者，然而颜回不幸早夭，死年32岁，这对孔子的打击比晚年丧子还大。因为孔鲤虽死，还有贤孙子嗣，但失去了颜回，千古不轻传之真理，又有谁能承袭呢？莫怪乎孔子哭得非常哀痛，道：天丧女，天丧女。弟子看不过去了，都劝他不要太过度悲伤。孔子老泪纵横地说：我不为这个人悲伤过度，还为谁悲伤呢？可见孔子看重道统，既成问题之一般了。哭并非哭学生的躯壳僵腐，而是代表文化真理化身的人已不在了。第2年，也就是孔子72岁时，孔子另一位学生子路惨遭恨死，尸体还被剁成肉酱。子路只差孔子9岁，追随孔子最久，也是民间传述的念四孝中百里赴米养亲的男主角。孔子、子路共同出生入死，情同父子。如今子路为救人，在一场战斗里中箭被捕，叛军恨他入骨，而下了最狠毒手，令其不能全尸。孔子闻情，万分悲伤，从此之后就不敢看一般人所食用的猪肉酱了，因为一旦见了它，触景伤情，徒增悲伤罢了。孔子晚年除从事传道工作之外，更将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以来先后累积的典章文物，包括诗、书、礼、乐在内，做了一次去无存菁的整理工作，因而使中国文化万古长新，流传服替。这是他生平最大的成就之一。所谓整理文化述而不作，就是删诗书，定礼乐，赞周易，作春秋。鲁哀公14年冬，据孔从子说，叔孙氏的车夫巨商在大野地方采薪，捉到了一头麒麟，折断了他的前左脚，宰了回来。大家不识为何物见已死了，以为不祥，就把他抛弃郊外。冉有就把这件事去告孔子说，这头兽的身体像长着有肉的脚，是天生的妖怪吗？孔子听罢，就前去观看，涕泣着说，这是麒麟呐，它是有人道的灵兽呀。他的出现是有德的天子出世的吉兆，但他身在乱世，又被打死，莫非我所持道理更将不被重视了？使孔子触景生情，感慨不已，乃下决心作春秋绝笔。鲁哀公16年，孔子生病。有一天，正拖着拐杖在大门口消遣，又唱着歌说：泰山要塌了吗？屋梁要坏了吗？圣哲的人要死了吗？
子贡听到了说，泰山塌了，我对什么还可以敬仰呢？屋梁坏了，我怎可以扶触呢？圣哲的人死了，我还依仿谁呢？说完之后，赶快进来。孔子见了他便说，呲，你怎么这样晚才回来？说完落泪，接着又说，昨夜我梦见坐在两营之间，这有2个预兆，一个是我将南面未亡，一个是我即将死亡。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，谁会来宗奉我？你知道，夏朝人死了时病在东街，周朝人死了病在西街，唯有殷朝人死了时病在两营之间。我祖先是殷人，想我当不久于人世了。后7日，便溘然长逝，享年73岁，安葬在曲阜以北泗水之滨。鲁哀公作累祠追悼，弟子们都服丧3年。弟子视师如父，敬之如神，于此可见矣。当3年守丧期满时，个人皆整理行装，准备归返自己的故乡，全体向老学长子贡作揖告别。然想起此别，不如何年何月时能再见面，禁不住相向痛苦失声。最难过的老学长子贡见了大家走后，自己又放下了行李，再度回到坟旁，结了简单屋锁，为孔子在守丧3年，使一离去。之后，一些感念孔子施恩的学生，为了要免除那思师之情，便纷纷地搬到坟墓附近定居下来，人口愈来愈多，大家便把这块地方叫做孔里。孔子一生本着有教无类之心来教授学生，以使当时人民不论贫富贵贱，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，且以因材施教之方式培育各种人，还可查出姓名较重要的就有77人，一般只说72贤，有事迹详改的学生计29人，其中最为杰出的共10人，被称为孔门10哲。按孔门教育内容4科而分，所指的10哲如下：德行科，颜回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；言语科，宰我、子贡；政事科，冉有、子路；文学科，子游、子夏。让我们回忆孔子一生的志节吧。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。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，造次必于事，颠沛必于事。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不义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治世人人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生以成仁。孔子思想深厚，面面俱到，他的言行观念不仅象征了中国的文化，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的文化，从而奠定其在道统上承先启后的地位。其学不倦的精神，为自觉，而在教育上能本着有教无类的态度，因材施教的方法，以即诲人不倦的精神，均是觉他，如此的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，终铸成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不朽功勋。元武宗封之为大成至圣文宣王，后人为了崇
敬他，奉之为万世师表，尊之为至圣先师，爵之为素望，而美国哲学家爱默生更说，孔子不但是中国文化的中心，也是世界民族的光荣。孔子的伦理道德与社会观念，实在可称为大同世界的最高理想。政府为纪念孔子的伟大功绩，于是将他的诞辰9月廿8日明定为教师节，以示尊崇。道学研究，易经研究15，易经4传班。序卦传上篇第2至5卦。陈永红。第2卦坤卦其善应是62爻，直方大，不习不利。象曰：62之动，直矣。方也，不习不利，得道光也。什么是直方大不习不利？六祖坛经有一公案，有一次六祖慧能祖师告众曰：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，诸人还食狗。神会出曰：是诸佛之本源，神会之佛性。师曰：像汝道无名无字如变，唤作本源佛性。汝像去有把毛盖头，也只成之解宗徒。本性本无名，无形，无相，而神会曰之佛性，已落入有为把名相中了，还不能契入本体。祖师借用此段公案来启发众弟子们的根性，佛性是道可道，非常道的本体。说一则不中，只要说出来的就落入阴阳，无法见性，而咱人的灵性是怎么来的？他说直是干卦，方是坤卦，大事不习不利，到那里都好，都不需要经过学习，因为自性能生万法，它是自然就有的，本来就有的，是不用学习就会。咱们的本性与圣人都一样，只是我们迷失了，圣人觉悟了。6句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如此何须学习？这是就咱们人的本性道理来说，说到咱们原来的力量，心中的万能。其二应是上6爻，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象曰：龙战于野，其道穷也。咱们自天外天那个地方是相亲相爱，来到后天却成了仇人，其血玄黄代表全身受伤，玄黄是青色，阴长阳消，被迫的退无可退之时，唯有搏斗以决胜负，所以其道穷也。咱们要找到坤卦6、5爻。6、5曰：君子黄中通理，正位居体，美在其中，而畅于四肢，发于事业，美之至也。为何99方数图中间要55？因为黄中通理。为何咱们人本性的所在要有个玄关？玄关就是黄中要来通理。因为黄在中央属黄色，中是治理上帝本性北极，领导人的能力。他说那个你若知道的时候的受名师意指的时候，你就能通理，通到理天一理通万理彻，一窍通，窍窍通，豁然贯通，融会贯通，自然不会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
序卦曰：有天地，然后万物生焉。营天地之间者为万物，故受之以豚。出离娑婆世界，如何克服困难？如何开创未来？万物的变化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吉、消、长、盈、虚、祸、福。同时说到自然的大化，人事物都是一样自然的演化。天说明了无边无际的天，的说明了的外有地。宇宙有太阳系、银河系、天河、小宇宙、大宇宙、虚空。乾坤教万物生如草刚发芽，父母教婴而生如起头难，这是按照天地自然的演化。如何运用屯卦的真理以解决事物、家庭、人事、治国之难？一阳现在二阴之中，其君位就要化，第五爻快跑到第一爻来与民共甘苦，如观世音菩萨化难。化与32画像，下凡度化众生和一般百姓都一样，和光同尘出之震动。屯如一位开荒者、出生者、开创者、出发心者、创业者，要震动要小心，前面有坎卦的现显。如面临困难时，4位圣人有教我们突破功夫。彖曰：刚柔，始交而难生，动乎险中，大享真。如天地交，父母交，刚踏入门户，父母付出一切照顾子女，引保师付出苦心，最后达到大亨大通。屯至比卦期间要经过坎水陷险的危险考验，不断的创造奋斗，方能有成。坎为水，不离开河图之术，天水合一的六成之的道理，暗示着人当饮水要思源，勿忘本立而道生。因水为世上生物成长的原动力之一。第三卦其善，因为初9爻盘桓，立居贞，立见侯。象曰：虽盘桓，志行正也。以贵下贱，大的名也。立在以忠贞自居，不可稍存侥幸之心，而要加强光辉德行。此为居正养。德故曰：立居贞。同时要培养助力，对于有功于我的人，要用封爵建国去延揽他，鼓励他，曰：立见侯。象曰：助时之人虽隐而不现，然其心未尝不全存有行其正道的志愿。人若能以贵下贱，一经有人指引，便立成功，大得民心，自不待言。其二，因为上6爻，乘马班如，气血连如。象曰：气血连如，何可长也？乘马班如，有如文太师走到绝讽岭，绝也，无法过关，其师交代绝字是你的葬身之地，务必小心提防。一次被困绝讽岭，进不得退也不是，最后气血连如，哭得流血，丧生于绝讽岭。第四卦山水蒙坎下艮上，序曰：屯者，隐也。屯者，物之始生也，物生必蒙，故受之以蒙。一切的迷惑，包括天文、地理、人事、社会、道中、工作、家庭，都叫做一。
切之迷惑，以革新教育，这种叫做成长中的启蒙、讲学论道，以及培育人才，有教无类，我们要达到纯真之境界。此卦谓山中有泉水，等你去发掘、去挖，就如同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，是光明的，只是受到气领所拘，物欲所蔽，以致无法光明。身为老师，前者如何？因人而异，因材施教，便是此功夫。第四卦蒙卦之善，因为92爻，包蒙吉，纳父吉，子克家。象曰：子克家，刚柔节也，为刚柔相济之人。圣人替天行道，代天宣化，以教化世人，一视同仁，包容一切，而且要有广大的胸怀，接纳妇人之言，人民之声，教育其子承接家务于道物，方可大其心以容天下之物。因为63爻，勿用娶女，见今夫不有功，忧利。象曰：勿用娶女，行不顺也。见异思迁，移情别恋，此女不可娶。上9是谓老师、领导者，63爻是学生后学，本来帮忙他，但时间久就变质了，虎头鼠尾。如孟子的弟子，起初认真，后来认为老师也没什么功力，就去学飞沙走石术。刘栋敬，后来孟子形容他说，这条的山路，你已经很久没有走了，咱们道理若3日没复习就爬上树，何况此道路已6万多年没走哪？如不知如何走，就要快点找名师、引宝师，给点化到那要斩草，给咱造了一座非常美的康庄大道。这是第3爻的引申，去感受天地之间的万象，而这些万象没有一个方针给他，所以要借助这个形象来明理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约束。第5卦水天虚干下坎上，序卦曰：蒙者，蒙也，物之也，物不可不养也，故受之以虚。需要一个东西，要有福，诚心也，不要用事，用事的叫做事。叹，以诚待人，人必以诚待你。可突破大川，大风浪。此卦一阳陷在两阴之中，有如君王陷在小人之中，需下3个阳爻的天来救他。这3阳之干也必须靠君王、老师的提拔，如胡安定见到陈颐，在教室外听课。一次要考试的时候，才发现他的才华，就请他为助教，于是一帆风顺，做宋朝皇帝的老师，时运很重要。老师的话，人都有一点灵明智慧，一点灵明的自信，因为我们有一颗剔透的自信，能够去判别是非。如果没有别人来给我们批评指教，我们永远就停留在那里。所以当别人给我们批评，给我们指教的时候，我们要虚心接受，我们要谢谢他。一句谢谢，天下就太平。一句谢谢感恩在心底，笑脸迎人，万事就
OK。第五卦虚卦其善，因会出九爻，须臾交，利用恒久。象曰：须臾交，不犯，难行也；利用恒久，谓失常也。生活富裕，能行中正之道吉也。初九须臾交，九二须臾杀，九三须臾迷，再来。是县险，初九离县险很远，这就像伯夷、舒淇、姜太公没得到时运时，他们能用恒心来锻炼功夫。二因为上六爻入于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进之中吉。象曰：不速之客来，进之中吉，虽不当位，谓大师也。穴动也，如咱们人的本性涂得很脏很暗，还好有九三相应，三人不期而遇，此三人为弥勒祖师、师尊大人、师母大人都要来救咱们，我们要有沉静之心，才有吉。咱们都向上六，在黑暗中，在迷中，在娑婆世界已经滚了6万多年了。现在天上不留一佛子，都下凡来度化圆胎佛子，一定要尊敬方能终极。无极真空，真空妙有。编辑部。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所传无极妙理超深了死之道，无极是真空无到极点，是无极连圈的标志都没有，才是真空。真空没有前后，真空没有阴阳，真空没有对呆，真空就是不变的真理，真空才能生妙有。要认识真空，这是天地未生以前的空和现在的空没有异样，因为我们的灵性未生都有，死了不无，所谓天地未生以前就有真我，真空含妙有，真空是无味，而不是完空，完空就不能生妙有，真空才能生妙有。这真空在天约理，妇人约性，孕育天地之间约道，性属先天，气象是后天，所以说人生中有妙明本性，不必远求，若者气象难见本心。性是真空，气是阴阳，想物质即肉体。圣人求心不求佛，愚人求佛不求心，圣人求心而不求佛，心是良心，是无心之心，无心之至心，便是佛性，因为人生有真空，是老佛本性，称自性无生，所以说自我身上有老自大灵山失散至今。如今若能秉自良心，以无心见性，在小灵山汇聚无生，就是身上老分灵与天上老合灵，时时连通，佛性原明，返本还原，便是佛。可贵者，圣人求心不求佛，愚人求佛不求心，而不求心愚昧凡夫，但求眼前荣禄，只是着佛之香，只知拜佛求平安，实在迷上加迷。佛像是假，光拜佛不能成佛，要做佛事，圣业才能成佛。愚人不求无心之心，存心邪妄，贪心图利，迷人造罪，自信若迷。福何可求？妄想成佛反作魔，无奈于人求佛不求心。
圣人调心不调身，愚人调身不调心。圣人以无畏调心效法天地。静观天地负载万物而无声，运行日月而无情，常养万物而无名，所以说天地无心。仙佛圣神本无心，菩萨也无心，灵感无畏，应验无比，而默化众生，所以说仙。佛菩萨也无心，唯凡夫有心，有自私心、妄贪心，以私我之心，成不得佛，所以说圣人调心不调身。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所传道法是上乘妙法，不是行相，不是身有形之法，是真理，是真空，真空连气都没有，焉有法？真道是不二法门，点传师奉领恩师使命，传法救众生，引渡众生达本还原，任归家，乃是上品大乘法也，千经万典不如。名师一点，读破五教经卷不得还原，只在密法，倘使五教经典能超生，老何用？钦差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到庄下凡救世，况且五教圣人之本性与凡夫之本性本属同然，只因五教圣人明心见性，我们还着迷。要知圣人心传在悟心源，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所传良心经，是一部无字心经，所以说读破金刚经，念破大悲咒，种瓜还得瓜，种豆还得豆，不受名师点，永在轮回受。今天大家都身担恩师使命，使命一指众生得以超生，使命一指亡灵得以超拔返回天堂，千古奇缘经的喻。所以说末后依着习未言其缘物的轻放，我们要赶紧行功了愿，行功不可以为有功，但求了愿了罪，以为有功者就是有心难行大功，不得真功者难立德，是求了愿了冤，不了愿则带罪，难以超生。我们要知晓，依法实行是上乘。如今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所传道法是无法之法，是上乘实法，合乎无极真空之理，我即应归依实行。然而不以为我有功，并不是不行功，多行功才能多了愿，要以无心之心，行无畏的功德，才是真空，不为成佛而办佛事，再行了多大的功，以为无功，如此才能成佛。点传师再大的功，老抱着无功德是了了前生之罪，佛之心地，但愿众生能成佛，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的精神。修道人要效法地藏王古佛，度不尽的腐鬼魂是不成佛，以无我的精神来代天宣化，行功立德才是真功，道在心得，不在法的。未生我以前就有真我，既生我以后，真我亦在其中，包罗天地，包罗万象，不贪不染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无祸无福，无善无恶，祸与福都是对待的。如心中想成佛成仙，立即有魔有鬼来对待的，因为佛与魔如影随形，永远是不离开，但求无心才能成佛。欲修道如何了生死？欲求不死，先求不生，不生就不死，
一定之理。不生不死，我之天性也。要了生死，先求了心，尘缘未断，欲情不了，难以了道。对于过往千辛万辛，尘缘尽扫，就是了道。修道容易，了道难。讲道但向自我身心讲求，讲道是带偏宣化，讲解身心，悟空了道，不来也不去，不生也不死，就是超生了死，就是永生。要如何拔断生死根？对境无心，拔断生死根，转识成智，当体如来。若要拔生死根，即速对境无心，是来则应，是去则静，无者无义。魔所住则心不生，转识神生智慧。体我如来，真空佛性。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所传无极至理，是天人一体，以一理化大同，可谓治世法当与出世法合而为一。孔夫子是治世法，以五伦八德为宗旨，由伦常大道入手，由人道而修合于天道。佛家所画是出世法，脱离尘俗，由天道而至人道。尧舜禹汤有道明君，万古流芳，本是道全合一。我们身单传法，度化众生，不可离了出世法，不可着于后天。要知后天多一分贪着，先天多一分损失，后天多一分损失，先天就多一分光明，不可有贪心妄念。所谓舍心佛也，若无德之德，就是慧心，不是言传便是永生。所以说如来佛之佛性，如同众生之佛性无异。迷者众生，悟者先佛。所谓迷者千万里，悟者一点超。无生老无心无畏无私心也，才合真空。离言语、离文字、离声色三者俱无，超出三界外，不诱五行中。道在无心的，不在法的，对境无心，当体如来。抱着小孩才能见上帝，小孩者赤子也，赤子者无心也。真心无心即是老者分离我之自性也，自性者我之真心也。我们日常三四磕头，就是以无心之心与老合灵，因后天有贪心、私心对境生心，我们诚心默默叩首与老合灵，化除阴私，使佛性光明，又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是一定之理。我们日常烧香礼拜，清心寡欲，一缕香烟透上苍，所以说平素居心存正要紧。清心诚心者上升，若燃着香则重浊下降。凡事至诚叩恳上天真诚表白字的应验，常言所谓心诚则灵，因心诚之时与老合灵，心诚则灵即是此意。所以说抱着小孩才能还原，是我们所抱合同心印，与天同气，默默相合，所谓合同印。正任归家，就是抱着小孩见上帝。15代祖王觉义夫子曰：道法双修10年制，才是修行成道时。悟自悟了者自了，非师可了，非师可度，为之求之，以之求行，行而后悟，了自了悟自悟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
非心外所求有佛，悟道之。人自悟本性，一了百了愿自度自得，并非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可为我了，非前人可为我了，非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可度我，非前人可度我，既得良知。存悟心源，应当了愿力得，自了自度，悟得无心无法，真空即是真我之佛性，不用他求。真佛无口，真佛无声，真佛无声，真佛无相，真正说法者无说无事，真正听法者无听无闻，说法者声音也，听法者成因也，缘生出非了不可，无事无声者是真事，魔所不是，魔所不闻。大道无言，理本真空，性本无畏，体知天意。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常养万物；大道莫运四时而无声，体悟而不移。故谓大道无言，真佛无口，无声无香，人人各具真佛。因气象变化而知寒暑者道何时穿何衣，不是我们要穿，时运自然要我穿，是应气运合乎自然。真佛虽无视无听，亦无真是真听，说他大，他就大，大千世界容不下；说他小，他就小。若有一物不算宝，道不是求而得，是真修而成。学者学其不学，真空之妙无穷，无限大无限小，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藏于密。语大天下莫能载，语小天下莫能破，故有而不外求，完美而不待修，但能无心领会学。其不学，讲经说法乃是助道之源，不是道。道在心悟，悟得入者明白得道，分别较相。古人云，今人也云，非是学佛，此是学佛语之人耳，依经义说法，并无悟的处。名师一点就尽在那里，是无极无上妙道，本无的也，无的者魔所不得，无得法。一法不立，方能建立万法。若明此义，即是佛身，亦名菩提涅槃。若明解之见，当体即佛矣。现今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所传的是无得法，点传师代天宣化，无得法，魔所不得也。我们讲经说法，助道之源，真正讲道不离身心，非术非法，但向本性下功夫，方能建立万法。所以说万法具备，万法尽通，一法不染，一法不立。诸佛立种种经教，皆是助道之源，因人施教，度人迷津。对于下智之人，引迷而入悟，修行至实程度低，爱着行香，要先教他唱歌，打鼓，跳舞，又发给饼吃，引其学而渐次学习。若单以书本教课，他便感到无味，难以启发。反之中学，大学生若以行香诱导，而不以理论教课，亦非适宜。成人之法见机而行，深者见深，浅者见浅，或较上智者，要阐扬性理，妙理并非因果劝善之小成，更不是从言语文字可得也。道是暗渠的明灯，
是苦海的宝筏，是醒世的金钟，是圣贤的阶梯。暗渠明灯喻世界黑暗，世道衰微，人心不古，五伦八德荡然无存。耶稣言世界末日，当此世界黑暗之际，唯有大道挽回风，照耀大地，所以说道是暗渠的明灯，道明则世界光明。人是小天地，人人各具佛性，各有一盏性灯。若是自性灯不亮，那么世界再大光明也与我无关。因我自性若不光明，人是在地狱。若是自性明灯光亮，要发扬光大，人人明理，世界大同。总之，但求自性光明要紧。所谓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是也。暗渠喻人生之黑暗，因我之肉体黑暗，七性如鬼，六欲如魔，又有12八邪作祟，自身本来黑暗，如今承蒙名师指点，将咱明灯的按钮打开，光明大陆得明佛性豁然开朗。无缝金锁，无缝塔，无缝钥匙，开它。名师一点恩莫大，无价珍宝放光华。名师以使命的钥匙打开了宝库，那蕴藏的珍宝代价，自取自用，不借外求。凡有外求，便是假物。这个的佛性由天地流露，才能明心，使之得求。点传师承担恩师使命，应为万人明灯，自救救人，世代天宣。化人生在世，生老病死，苦难重重，诸般多难不顺，众生轮回生死，沉沦苦海。唯的大道，才能脱离苦海，登彼岸，的登菩提正道。现时下大劫重重，修行各部分重整。醒世经中很多寺院终生洪亮，唤醒甜睡之人，众生昏迷沉醉，大道如同暮鼓晨钟，发人深省，醒心觉性，所以说道是醒世的经钟。所以钟不打不响，人不劝不醒。点传师要勤打经钟，以大道福音传播四海，唤醒迷客，以其见性明心。超生了死，都是圣贤阶梯，众生沉沦业海，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脱无门，如今师传大道元首而上的登天梯，为万种生灵搭桥出苦，万仙万佛由此而成的南极仙翁慈训。修道人心一空，性一静；修道人神一定，念一清；修道人道一修，理一明；修道人教一习，学一勤；修道人善一作，恶一并；修道人得一精，功一件。针对反省中反求，针对养性中养。惠州镇山95年12月31日岁末忏悔班。1. 前言：从悔过中真忏悔，从道学中再充实，从真理中再教育，从良知中再启发。2. 针对反省中反求。老师说，反省才知人心的执着，不知反省怎能忏悔？反省中反求之罪之所发，明过之所生，察错之所由。反省者知道之用，无罪过错是道之体。从是非对错中修成心安理得之平和。
忏悔化于痴明是非之过错，名为有智慧者，心是恶缘，也是善处，用智慧心来照见无善无恶，魔是无非，无对无错之真实处，不知一处，四处着迷，须知两边不是即非，不对即错，执一或者二表示不明心法的人，超越是非对错，才是明上乘的修位。大乘菩萨心境一即是一，一即一切。心安在不二，理的在行深，实者在分别，练性在于心，悔过在愿力，心安。即理的明理乃反省之基，若能安心便无挂碍。心本心无心，无心心亦心，理本理无理，无理理亦理，心理二合一，是真无有假，真理乃独尊，千古而不变。从真明夺利中修成推功揽过之美德。经云：名可名，非常名，修道乃一本万利，永远留名千古，效法孔子、释迦牟尼佛。他们所种的因有超越五眼六通的看法，认清日后会结什么果。当今的证明越显示圣人、佛陀先知的般若妙智，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来救人度人，不争一时的权位，不恋一时的名相，不为蝇头小利而争先恐后，把功德推向给别人，把过失承担起来，才是不争名夺利。因为三圣人毕竟是助名助相布施，有为行善，因此才会争功夺果，明白佛法，知晓大道，识透心法之人，绝不是一般修持者相同的看法。反观自己是否推功揽过之人，从我执我见中修成接受包容之良策。经云：心常依止，六根境界随形色声香味触法，心触六尘，如鸟投网，飞蛾扑火，自投火坑。又云：难言菩提众生，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，痴人认贼，为父认我为是，不知真我是谁。谁是我？如是我闻，我闻如是还是二心？能包容一己，心中无敌人，此是为怀不二心，修道无法包容对方表示心境。为达上乘，修道能转化包容心，生感恩念，不住一，不着二，弃两边趋入到体中，才是上乘之人。从自以为是中修成低心下气之品格。众生根深蒂固的业识，一时自力难拔，需借佛力或他力来破除我执，弃掉法父，从真明镜中去反省，自以为是吗？不明其来意，自以为是我的意念都是善恶二根，发心究竟是二无别。又云：如来藏者，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，名为实藏。自以为是恐有错意，能此一心不二。推末归本者，为证第一义，则得解脱。不明一心之体，低心困难，下气无法，一念缘起无生，无始无明之前明白。他自然之定点能知晓，超越三圣全学合于大自然之道体，相对的世间凡事持低。
姿态之心，较部位充溢或深刻。不要常理直气壮而士气柔。从要求埋怨中修成立身行持之功课。修道应有无怨的承担，无悔的愿力，无尽的感恩，无我的执着，无求的付出，无别的隔离，无限的因缘。经云：众生所以为众生者，皆由无始劫以来，累积业识千禅80田中尽是，储存无量的垃圾，迷于五蕴，住于身心，只有为是，执无为空，不知80田中皆是自心妄愿变现。若明一心，80田中埋怨心即时消失。悔过不是名词，而是行动，行为决定一切，唯有行身才能把苦得乐。家庭社会是业力的汇集，而道场是愿力的结合。忏悔静静，容忍化解，利润众生，广种福田。利人天正是实修者的好机缘，要行深般若能破除五蕴。从指责他人中修成自我圆融之原则。常指责他人就表示不明道理，不知佛法，教育用法来震撼心灵，晨钟暮鼓。有老婆心切来引导，用指责用暴力是下下之策。唯有反观自省，内观自在才是修道之原则。他人指责我，以感恩的心意来顺受，宁愿人负我，不愿我负人。自我圆融或圆融自我，皆是不真正明自我之真，恐有忘我是谁的时候。明白了真我，处事就会圆融无缺，肯定自我后又要否定他，明白以后又再消灭他，此才正是明白自我圆融、大彻大悟之人。3. 针对养性中养慧。所谓的针对，专对的意思，用尖锐的真或真理的话来朝对的方向去下功夫。如何养性？是涵养性情，调养气性，如养小孩一样，善养浩然正气，养廉清白，性中无二。何谓养慧？此慧名为教慧性，或名慧心、慧根，指达观真理的智慧根。性有慧眼、慧心、慧见，才能照彻无明，知色空不二，能斩断情思之牵缠。从贪得无厌中修成能舍不失之胸怀，得了还想再得，贪心永远不满足。不只是财如命，而是心物有助，欲望无穷。老师说，布施是入道阶梯上中下层的途径，布施是一本万利戒凡养圣的作用，布施是完美自己成全他人的圆融，布施是消冤解孽有形无形的转送，布施是有舍有得多舍多得的感应。从邪恶淫乱中修成操守持戒之清白。不正当的淫乱行为，目前的社会西方的性开放，尤其女男平等的风气，上至天子下至这名，不修不学，常易犯上，天子也有七情六欲，人波切上师，诺贝尔得奖主及无上师、布道师等等，也是有邪心、恶念、淫思、乱想。不管信什么宗教及修大道，都要慎心勿于隐为。
礼义廉耻四维，现代的人变成礼义无耻。老师的话，持戒是思想纯正自我协举的发端，持戒是身行朴实行住坐卧的规范，持戒是从繁到简由有至空的历练，持戒是财富当前至心不动的豁然，持戒是自我要求自在归依的平安。从嗔恨怨对中修成含和忍辱之能耐。愤世嫉俗，愤怒对立，修道这么久了，为何我听了一句话，看了一件事，就会生气？为何不生理来愤愤不平？可见心中不是执一就是着二，能容忍又受耻辱而不动心之能耐。老师说，忍辱是情绪管理精神归纳的最初，忍辱是修道课程关卡历练的出路，忍辱是遏止困穷缓冲绝境的来处，忍辱是往内反省向道求证的养父，忍辱是无限潜能越用越勇的抱负。从懈怠退缩中修成勇猛精进之人才，懒惰不勤于盛事或凡事都无法成功，不积极之心而畏首畏尾，学会闻过则喜，闻盛事就朝前，见信之人是知痴之作。经云：愿生弥勒净土中，莲开遍见慈尊容，即得不退无上道，再随菩萨。下言福千万不生退转之心。老师说，精进是向善向上一鼓作气的激昂，精进是主动参与加紧脚步的奔忙，精进是越挫越勇百折不挠的自强，精进是理洞悉性理认知的朝向，精进是证菩萨道六度万行的桥梁。纷扰诱惑中修成生活禅定之主宰。受干扰、引诱，表示戒定会不凝固，贪甜吃还很多，佛法僧不清楚，明德清明只善不一贯，落在一生二，二生三的层次。禅者道也，定者功夫，道在日常。在生活之中，明白德性，了解当下，心为主宰，了了分明，二六时中战战兢兢。老师说，禅定是在外离乡在内不乱的守一，禅定是清净心意清明本性的契机，禅定是烦恼妄想颠倒错乱的收集，禅定是理念混淆精神导向的整齐，禅定是指在玄关用在河图秘籍，从愚昧无明中修成灵妙智慧之顿开。不聪明，不真正明白的意思，不知无始之前，无明之先，无知之中，无我之真，无心之心。金刚经云：应魔所住而生其心，此魔是真心，发无上正等正觉之菩提心。六度其实是一度灵妙智慧心而已，是诸佛之母，不明此智慧心，五度如盲。老师说，智慧是不求而知不学而能的达得，智慧是正道端倪万殊归一的决策，智慧是一点变通举一反三的心得，智慧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抉择，智慧是放下我执找到妙法的平和。4. 结语。知其智慧心，六度万行，明2月1，不住烦恼与解脱，
不着生死与涅槃，由此岸走到彼岸，若有住疑惑者二，心中便是现在此岸，没有疑惑二之执着，此岸当下就成了彼岸，须知岸在心也。周典传师于民国年月日归空返回理天。道学用语词汇16，礼仪章96术，96种外道的学术。九山八海，指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九山八海。在须弥山的周围，有油干陀罗等八大山陈列围绕，而山与山之间又各有一海水，一共就是九山八海。九次第定，初禅次第定，二禅次第定，三禅次第定，四禅次第定，以上是色界。四禅天的根本定，空处次第定，实处次第定，无所有处次第定，非想非非想处次第定，以上是无色界四处的根本定，灭受想次第定。九种大禅，九种大乘菩萨所修的禅定，即生性禅、一切禅、难禅、一切门禅、善人禅、一切行禅、除烦恼禅，此是他是乐禅、清净净禅。九显一密，真言宗判十住心中之前九住心是显教，后一住心是密教，故曰九显一密。九类生，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，有色、无色，有想、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。11位，十的加等觉，叫做11位。11法，比丘所应成就的11种法，即见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见慧、根基、知足、修法、知方使、分别义、不着力。11果，比丘若以慈心修一切布施，则能获得11有的果报。11想，为比丘应以11想来思念如来，即戒意清净，威仪具足，诸根不错，性意不乱，常有永见意，苦乐不以为意，亦不忘失，只观现在前，三昧亦无修习，智慧亦无量，观佛无厌习。11遍使，即七见212无明。七见是邪见、我见、常见、断见、戒道见、果道见、一见、二一事一事、一理、二无明是根本无明，知末无明。11遍行惑与11遍使同。12入，即六根与六尘，与12处同。12分教，12部经，12有知，12因缘的别名。有即世间所有，知即知分，为所有生死流转，皆不出此12之分。12因缘，又名12有知，或12缘起，是说明有情生死流转的过程。12因缘是无明、贪甜痴等烦恼为生死的根本，行造作诸业，时业时投胎。名色，但有胎行六根为具，六入胎而长成眼等六根的人形，处出胎于外，境接触受，与外境接触生起苦乐的感受，爱对境生爱欲，取追求造作有成业因能招感未来果报，生在受未来五蕴生老死未来之生。
又见老而死。以上12支，包括三世起祸、造业、受生等一切因果，周而复始，至于无穷。12法入头陀行者的12种行法，即住阿兰若处，常起时，次第起时，受10法，节量10，中后不饮果浆蜜糖者分扫1，但3种间住，树下指路的坐，但坐不卧。12门禅、4禅、4无量、4空定，合称为12门禅。12部经，把一切佛经的内容分为12种类，叫做12部经，也叫做12分教。1. 常行，以散文直说法相，不限定字句者，因行类长，故称常行。2. 众诵，既宣说于前，更以记诵结之于后，有众宣之意，故名众诵。3. 孤起，不依前面常行文的意义，单独发起的记诵。4. 因缘，述说见佛闻法，或佛说法教化的因缘。5. 本师，是载佛说各弟子过去世因缘的经文。6. 本身，是载佛说其自身过去世因缘的经文。7. 未曾有，即佛现种种神力不思议事的经文。8. 譬喻，佛说种种譬喻以令众生容易开悟的经文。9. 论义，指以法理论义问答的经文。10. 无问自说，如阿弥陀经，系无人发问而佛自说的。11. 方广，为佛说方正广大之真理的经文。12. 记别或受记，是记佛为菩萨或声闻受成佛时名号的记别。此12部中，只有常行、众诵与孤起诵是经文的格式，其余9种都是依照经文中所载之别式而立名。又小乘经中无自说、方广、受记3类，故仅有9部经。12缘起，12因缘的别名。缘起是诸法众缘和合而生起的意思。12缘门，12因缘。12处，6根6尘合称为12处。处是出生之意，即由6根6尘出生60，则6根6尘60便合成18界。12头陀，12种头陀行者所应遵守的规则，即一那一，又名粪扫一，即10人丢弃不用的破布洗净之后缝纳为1、2、3一，又名但3一，即但者僧迦黎、喻多罗和安陀会等3一，不用其余的常一。以上2一属于衣服。3起时，又名常起时，即自行起时，不敢受他之请示与僧中之时。4不作于时，即5前一度正时之后，不更作2度以上的正时，2度以上的正时叫做于时。5一作10又名一时，即5前一度正时之后，不更作小时、丙果洲等叫做小时。6一揣时又名节量时，即受1丸之时于中便止，不再多接受。以上4种属于时。是7阿兰若处，
华裔远离处或空壁处，即住于远离人家的空壁处。8种间坐，即住于坟墓之处。9树下坐，即住在树下。10路的坐，即树下游泳。必因去而住于露天之地。11随坐，即有草地即住，不必树下路的。12常坐不卧，即常夫坐而不横卧。以上5种属于住处。12愿王，药师如来有12个大愿，所以被称为12愿王。14根，眼耳鼻舌身等5根，忧喜苦乐舍等5受，男女异命等4根，含称为14根。16心，与8忍8智同。16支见，又名16神我。16观，观无量寿经所说的16种观想，即日想、水想、地想、树想、8功德。水想，总观想，花座想，相想，遍观一切色声想。观世音菩萨真实色声相，观大势至菩萨色声相，普观想、杂观想、上辈声想、中辈声想、下辈声想。16观门，观无量寿经所说的16观，因为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门户，所以叫做16观门。见16观条。16神我，见16支见条。16特胜，观察四面处有16种的特胜，即知习入、知习出、知习长短、知习身，除诸身形，受喜、受乐、受诸心行，心作喜，心作摄，心作解脱。观无常，观出散，观离欲，观灭，观弃舍。16罗汉，宾度罗跋罗堕蛇尊者，就称宾头卢婆罗堕士；迦诺迦伐搓尊者，迦诺迦伐离堕蛇尊者，苏频陀尊者，诺俱罗尊者，跋陀罗尊者，迦里迦尊者，跋舍罗浮多罗尊者，树婆迦尊者，半托迦尊者，罗护罗尊者，就称罗云、那迦西。那尊者，因揭陀尊者，跋那陀斯尊者，阿士多尊者，住图半托迦尊者。以上16大阿罗汉，受佛，永住此世，以济度众生。16游增地狱，8热地狱，每一狱的4门，各有16腹地狱，此16腹地狱的痛苦，一狱比一狱加深，故名游增。罪人在8热地狱受罪后，又要经过16游增。次第受苦，其名为金斧、豺狼、剑树、寒冰、黑沙、沸矢、铁钉、焦可、鸡、恶、铜货、多货、石墨、脓血、亮火、灰核、铁丸。人生哲学，养生之道理1章。甲前言。俗云，健康就是本钱，人若不健康，百病缠身，则什么都不能做，那多可怜。国父说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我们出生于世为人，不论是农工商，都要为生计，服务于社会并赚钱以维持家庭生活。如果身体不健康，时常生病，则不但不能立足于社会赚钱养家，并服务人群，
对人生一大事因缘之修办道，更无从着手。人生于世，不但身体要健康，心理也要健康，否则因心理因素会造成身体健康的阻碍，甚至因而生病。此乃以引法族居多，而引法族更需用心修办道，所以为了各位老菩萨的健康，特别提出与前贤大德共勉，并分心理保健及身体保健两部，分来介绍养生之道。后学才疏学浅，量必上有疏漏之处，或所言失当，敬请前贤大德不吝指正。以心理保健建设方面，笃信天道，笃信三期末节道降果宅，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时代变迁，世事审轮，人心不故道劫并降，老大发慈悲道降果宅，以拯救原胎佛子，使能够在家夫妇子女同修，免抛妻离子入深山寻名师求口诀，并可一世修一世成。既然可居家修行，则日常生活及待人处事均为修道之一部分。除修办道要列入首要外，平常之生活方式要导入道化家庭。有此修道方式，是有一世修一世成之指望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家道之废兴，与灯火之明灭一般，家道非积德不兴，灯火非添油不明。又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有句成语云：积少成多，所以善小及恶小，均会累积成大善及大恶的，故必须择善而为之，使有心加集成佛的基本条件。陶渊明圣经云：勿为善小而不作，勿为恶小而可行。俗语云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间未到。因缘果报是千真万确的，我们要时常保持心情愉快，凡事要看得开，放得下，不要有一点芝麻小事就忧心忡忡，要知道乐可以忘忧，否则会的忧郁症。有些病是自己闷闷不乐而想出病来的，其不但不利于健康，甚至妨碍修道之精进。兹提供达观之理供参考。唯读书有利而无害，为爱惜山；有利而无害，为端坐静默；有利而无害，是谓至乐。此外，有空时充当自己喜爱的义工，贡献己能，也是件快乐的事。保持心灵年轻，不要任老而消极。人老仅是年龄多，身体老化，一切动作不如年轻人那么灵敏迅速而已。可是，心灵的感应并不会差太多。要保持人老心不老的心灵，因为我们有宝贵的人生技能经验，是许多年轻人所不及的。不要消极小看自己，多和年轻人接触交谈，不但可获得新知识，又会感觉自己年轻许多。要学有第二专长，才有竞争实力，并可教导子孙。
现代是知识爆发时代，新观念、新知识及新技术不断被研发出来。在现今社会，此新观念、新知识及新技术不及时学习，恐难与人竞争而落伍，甚至因而失业。因此要有此观念及认知，提供子孙参考，及时吸收新知，以免被现今社会所淘汰，也算是对子孙的一种教育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学是无止境的。不要认为年龄大了，什么都学不好，学起来也没什么用处。俗云，学以致用，总有用得到的一天。因为现在是知识爆发时代，不进则退，而被时代潮流所淹没。能够学习的要尽量去学，才有新知识做谈话的题材外，尚可供为人处事的参考，又可提供给子孙参考，才不至于被骂老古板，又常用脑才不会产生失忆症。不要怀有人定胜天的错误观念。近代科技发达，一日千里，人类可登上月球，甚至到太空旅游，无不是电子科技之代表作，皆是呈现人类头脑之无限进步。后学从日本汽车杂志看到一则报道，云日本军中从事研发意念控制的第5代电脑，装置于战斗机飞行员的头顶上。只要看到敌机有此念头，就由此意念控制机关枪发出子弹。据云，美苏两国亦有此研究。今最后阶段仅在敌我机之正确判断，以免误击毁有机而已。因科技如此进步神速，于是产生了人定胜天的错误观念。五教河边云，天地父母，天地之所以对人也，天以生之，的以养之，故天地之与人，由父母之于子女也。故人定胜天之说，犹如子女对父母之不孝言语也。俗云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人算不如天算等。其有实证，如塞洛马大台风及921大地震等。尤其是去年月日之南亚大海啸，都是人不能胜天的例证。一枝草一点漏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不要为子孙而烦恼。这两句俗语是劝天下父母不要时常为儿孙而烦恼。做人父母的，从小就要配合学校教育，施予良好的家教，长大成人后，为人处事必有所遵循。我们就不要为子女前途，如职业、婚姻等事而烦恼不停，将其心用于修办道上，为先天功做尽力，有问题时给予重点指示就够了，否则太关心他们，则永远长不大。依赖心过重，则有永远管不完的烦恼，而且我们也无法管他们一辈子。不要忘记师尊训示，修道要修心，办道要静心。不要忘记师尊这句训示，而且道是为自己修的，不是为任何人所修的。有修道认真理大道而修，不要任人来修道。
并且应期望我们修道能够成道而超脱九祖，不要希望子女的成道来超脱我们。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；人有善念，天必佑之。我们道亲凡事要养成往好的方面去设想的习惯，否则想到不如意的事，越想越烦恼，如想到不如意的事，应立即停止想它，而改想好的一面，或立即找工作做，就不会去想它。我们道亲要养成处处以慈悲为怀，并且要时常有行善的愿望，则上天必助你达成愿望。如时常有行善的念头，则遇有危险时，上天必会保佑你，逢凶化吉。环境会影响人生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三字经云：其孟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。由此可见，环境对一个人有相当大的影响。孟母3000后在学校附近住下来，才使孟子勤于读书，使有入圣之一天。因此环境影响一个人的成败之举。俗语说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所以我们到亲敦亲睦邻及交友亦要有所选择，以热心道务者为友，使可互相勉励，为修道办道而共同努力，知足常乐，珍惜现在，为道尽力而为。我们修道士的生活，不要只重视物质的生活，以简单朴素、重视精神生活为主，使能无忧无愁，并知足常乐。俗语说：知足者贫贱亦乐，不知足者富贵亦忧。毕竟今生今世，今天是最年轻的一天，光阴是不会倒流的，我们要珍惜今天，快快乐乐为我们的事业及道务尽心尽力而为。身教重于言教。俗语说：上不正，下则歪。凡事只导平，下辈及朋友从事善事或改不良习惯时，光靠言教有时候不能收效，此时不但要言教，尚需要身教，就是以身作则，自己实际去做给人看，这样是能收到指导效果。三宝之宝贵。天有三宝，日、月、星。天无三宝，混沌不明。地有三宝，水、火、风。地无三宝，万物不生。人有三宝，精、气、神。人无三宝，色身难保。佛有三宝，袈裟、钵盂、锡杖。佛无三宝，无可修持。道有三宝，观、觉、应。道无三宝，众生难度。道之三宝是求道时有点传师所传授，有此三宝，可得事半功倍之效来修道。遇难时可躲灾，避难甚至脱节，将来归空时，灵魂可得由正门而脱出，返回故家乡。拜谢老娘皇恩，三宝如此宝贵，我们应该珍惜并善用之。素食的目的，守仁德恢复本来面目。银山祖师云：本来面目无一物，万物难染本来真。火不能烧真空体，水不能盖真人生。
断业障，断因果，绝轮回。保健康，血清病少，戒假修真。保阳去阴，本性圆明，本性如月，七情六欲，心物如云雾。脱节充足假直，脱罡封节。归根认复位，断轮回。要知道人道圆满之后，天道才有修成之一日。有些道亲求道后，求功心切，仅重视表面修行，表里不一致。如当义工、行善布施等，而平时仅管自己的生活，对父母未予尽孝道。俗语说，百善孝为先。如人道中的孝道未圆满，则任你做再多的善事，功过相抵，还是功德仍然不足，不能成道。一定要人道圆满，天道才有修成之一日。待续。义和盛堂活动概况。编辑部。1. 活动预告。月日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。月日学界联谊会。月日年终悔过班，神元山。月日年终悔过班，花莲。月日年终悔过班，台北。2. 活动概况。月日举办秋季班。月日举办年暑假国中国小成长营，2天2夜。月日举办亲口班。月日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。月日人才在教育班，亲上。月日举办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。月日庆祝重阳节，有余兴节目。月日举办冬季班。月日举办大小状元读经会考。编后语。现今提倡节能减碳是地球环保之重要措施，而世界素食组织之提倡素食，是地球生态环境之恶化而导致宇宙造化者上帝不悦而降下的灾祸。若能秉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大道并行而不相悖之道理，则大同世界指日可待也。教育是帮助人类发达，助适合于世界进化之目的。念一世纪是华人之世纪，又是儒教复兴之3期末节年，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，灾祸不断，正需要品格教育，导正为人之途径。故一贯道提倡之读经教育很快就传布在海内外，蓬勃发展，以逐渐彰显复兴中华文化之大气象，实现老安少怀，挽化人心于良善，造就人类之福祉。是念一世纪应时应运，符合时代潮流，启发人类良心、智慧、潜能之至善教育。师尊师母所传无极妙理超生了死之道，无极是真空到极点，是天地同群。真空是超出一切物质的境界，不变的真理，真空非完空，才能生妙有。此真空在天曰理，妇人曰性，孕育天地之间曰道。性属先天，所以人出生即有妙明本性，即赤子之心，不必远求生在本身内。故地藏王菩萨云：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耳心头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向灵山塔下修。师尊师母所传天道是大乘法，
如非天道虽然读千经万典，不如名师一点，读破五教经卷，仍然不得入其门而得道。天道弟子得了三宝，认真修行，不施行功立得内圣外王兼修，悟明自性，去除物欲，真我心就显现出来。凡夫要修道成佛，要存佛心，说佛话，行佛事，当体成真必可成佛。要成佛，先要超生了死修道，如何了生死？欲求不死，先求不生，不生就不死，不生不死是真我之天性。要了生死，先求了心，尘缘未断，欲情不了，难以了道。要了道，就要扫尽尘缘外，要待天宣化，修到身心灵合一以悟空，则心灵即与老合灵，则成佛有望矣。悔过般是导引道清，从是非对错，争名夺利，我持我见，自以为是，要求埋怨，指责他人等气柄，检讨修成，求心安理的，推诿揽过，接受包容，低心下气，立身行持，自我圆融等境界。进而从贪得无厌、邪恶淫乱、嗔恨怨怼、懈怠退缩、纷扰诱惑、愚昧无明中，修成能舍布施、操守持戒、含和忍辱、勇猛精进，生活禅定、灵妙智慧等成果。有反省才知人心之执着，不反省怎能忏悔？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悔过不是名词，而是行动，行为决定一切，唯有行身才能把苦得乐，家庭社会事业力的汇集，而道场是愿力的结合，忏悔静静，自信自明，恢复我赤子之心，则尽道义。得道有四大难，而今我们已突破四大难，又逢白羊其道降果宅，三曹普渡。此千载难逢良机，千万勿失良机。诗曰：万劫千生的个人，须知前世种来因。此生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时度此生？我们得道后，并非人人可成道，必须深信道。知书圣，请走道场，全心尽力参与修办道，260中不忘不失行功立德，以免业力之牵缠，彻底忏悔，明超生了死之理，使能明道、悟道、行道、了道，修成佛心，说佛话，行佛事，使能一世修一世成，任归家。义和盛唐宗旨。近年来，科技进步，经济繁荣，的确带来便捷的物质生活，但也对整个社会产生许多负面的影响，诸多层出不穷的交通问题、环境污染问题、老人安养问题、青少年犯罪问题等。然而，要改善这些问题，必须从净化人心做起。孟子曰：天下一元之以道，而一贯道义和盛唐也秉持孔子成人，孟子取义大无畏的精神，人积己积，人逆己逆的大慈悲心，来唤醒人们的本性良知。咱们义和盛唐结合了国内外道亲与社会善心人士，
来推动圣道于天下，希望整个人类之间没有暴力有和气，没有苦脸有笑脸，没有争夺有付出，付出就会结出，人人能对社会多一份关怀，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推广至家庭，则父慈子孝，实现人间天堂而缔造祥和的社会风气，进而达到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化人心为良善，即世界为大同充满富丽祥和的弥勒家园。注印大德方明录，廖世豪一本，李家杰一本，李佩璇一本，叶文莹10本，叶兆安10本，叶红锦10本。更正启事第18期注印叶文莹大德误植为叶文峰大德，除更正外特致歉意。